伫咧第1节到第8节，有法利赛人甲本来的经学师聚集就近耶稣，因是对耶路撒冷来，也捌看见伊的学生中有会用俗手在食，就是白有洗的手。因为法利赛人甲这犹太人拢是不知古早人的流传，若无出来洗伊的手，就无食。对家己倒来，若无洗也无食。因所收来即手的也有侪项，亲像洗杯、罐、工器遐个。法利赛人甲经学师问伊讲：你的学生无照古早人的流传来行，用上手来食是怎样？伊甲因讲：以赛亚所参悟，指令假好的人真正对。照所记载讲，即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若是因的心离开我远远，因敬拜我是空空，因为因用人所命令做教师来教示人。安尼，恁是放杀上帝的诫命，不知人的流传。再来14节到16节，就搁叫众人就问伊，甲伊讲。恁拢着听我来晓悟，见若对人的外面入的白的染垃圾人，独独对人的内面出的这个就是染垃圾人。再来下面21节到23节，因为对内面就是对人的心出这个歹念头、私通、偷摕、害人、奸淫。贪心、邪恶、奸诈、好色、歹目、诽谤、骄傲、猖狂，凡这个歹，拢是对内面出，也染垃圾人以上。